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呢一個都市傳說講嘅帶你講勻全世界。Hello，大家好，我係希神，我哋今日陪你講呢個達德學校嘅都市傳說。位於呢個元朗屏山嘅達德學校，自從喺1998年停辦之後，就一直荒廢。因此，其他嘅靈異傳聞就造成咗香港嘅鬼校啦，同埋呢個曾經被國家地理頻道認為係亞洲10大恐怖地方之一。咁呢個主要嘅達德學校鬼故就包括呢個紅衣女鬼傳說、亂葬崗舊址、學生撞邪事件及真實死亡事件，所以呢度就好猛鬼啦。咁我哋詳細嘅內容就再講啦。而家好，咁我哋而家就嚟講呢個第一個嘅紅衣女鬼傳說。嗱，最廣為人知嘅傳說就係一名女校長嘅妻子或者女教師喺學校嘅女廁着住紅衣自殺時，佢嘅自殺方法係上吊自殺。咁之後喺就傳出咗呢一個紅衣女鬼陰魂不散嘅傳聞啦。嗱，大家我哋而家就俾你哋睇一樣嘢，佢前身就係一個亂葬崗，亦都俾人拍過做呢個九龍城寨嘅場地嚟嘅。達德，我哋睇下呢一單新聞先。達德學校12人集體撞邪最嚇點，女生有一個女生講：我見到紅衣長髮女人。咁我個人而家就輕鬆啲啦，坐得咁樣呢。呢個亂葬崗舊址有指現今校宿舍所在地係喺呢個英軍接管新界劃一佔時期嘅亂葬崗。咁嗰度就因此擺咗好多犧牲咗嘅村民，佢哋嘅屍體被埋咗喺嗰個地方。因為喺達德呢間學校嘅時候冇做過任何嘅儀式所以呢度嘅村民就陰魂不散嗱，所以佢哋就仲留咗喺呢個地方。咁我哋而家就即將進入呢個學生撞邪嘅事件。喺2011年有多名嘅初中學生到呢間達德學校度探險，其中有人懷疑撞邪，出現自己捏自己條頸同埋狂咬同學手臂嘅事件。咁仲有呢一個真實嘅死亡事件，就係今年就發生嘅。咁除咗傳說喺呢間校舍真係發生過一單命案，係好多人係你哋都知嘅。各位觀眾，喺2025年嘅7月，一名失蹤嘅中年男子，佢就被發現咗喺呢一個嘅校舍入面上吊身亡嘅。而啲傳聞就吸引咗好多嘅探險者愛好者去呢度靈探，表示達德學校已經成為咗呢個香港靈異文化嘅熱門地點。儘管有村民表示冇
靈體駕島咧。咁遲子咧，呢一度咧，啲人就都話呢啲係學生自己嚇自己啫，冇嘢嘅，唔好自己嚇自己啦。但係都有好多人睇到，喺夜晚會聽到，會見到廁所有個老師喺度㗎。好，咁我哋下一次咧就會講埋呢一個香港10大猛鬼地點之一嘅。咁我哋就同你哋講下傳說中嘅香港10大猛鬼地點地方啦。就分別有呢個高街鬼屋啦，呢個南唔知咩台唔識得。跟住就我哋講咗嘅平沙達德小學，喺赤柱嘅美利樓，部分屋苑例如呢個華富村、下秀茂坪村、友愛村、葵涌村、天水圍天順村等嘅。鬼屋咧就係高街鬼屋啦，呢個係南固亭係灣仔嘅高街鬼屋，就係西營盤赤柱嘅美利樓、屯門嘅龍鼓灘鬼屋，同埋呢個元朗嘅蘆係咪佔蘆定係扶蘆咧？同埋呢個達德學校嗱，仲有呢個華富村，喺觀塘嘅下秀茂坪村、屯門嘅友愛村、葵涌嘅葵涌村都被稱為呢個自殺村，天水圍嘅天順村，其他呢就有無頭嘅靈體啦，就係呢個九龍蘇屋村、九龍坪石村，同埋呢個九龍城法院，同埋呢個德福五屍兇案。如果想知嘅話，就記得訂閱我啦。我會同你哋講好多都市傳說嘅各位觀眾。咁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其實呢個世界嘅都市傳說嘅鬼故係真係數都數唔完嘅。但係如果你未訂閱嘅話，你就冇得收睇到呢個最好睇嘅都市傳說。所以你想睇嘅話，記得 subscribe 同 share。喺呢一個都市傳說主題，都市傳說講唔夠，但係你講話全世界入面，我獻神會同你一一分享呢一個世界嘅都市傳說。跌落地有冇諗過要爬翻起？覺得你睇，其實你係垃圾喺水中掙扎，要脫離水底，跟住鏡頭用唔同角度去感受呢一條片。記得 subscribe 同 share， 同埋話俾你個 friend 聽，仲有訂閱呢個 YouTube channel 喎。